前奥运跆拳道国手、体育局长庄家佳因未向世界反禁药组织回报行踪遭禁赛。跆拳道协会秘书长于国正说，由于去年6月才接手，不清楚庄家佳2017年发生的3次药检未到情势。中华奥会昨天公布因禁药问题遭禁赛的11位选手名单，健美与健力各有4名选手，举重包括奥运名将许淑净与2014仁川亚运金牌得主林子琪，还有1名田径链球选手。庄家佳则传出因为没有向世界反禁药组织 WADA 按时回报行踪而被禁赛。于国正说明，由于去年6月才接手上任跆拳道协会职位，庄家佳3次检测未到都发生在2017年，因此改组前发生的事情并不清楚，接手之后也没办法补救。根据记录，第1次药检时间为2017年5月17日，当时庄家佳人在高雄处理课业问题。于国正指出，庄家佳说人在高雄没办法赶回来，就是轻忽药检的重要性，因此也算1次药检未到。第2次为2017年7月27日。庄家佳未完成行程回报，第3次则是2017年9月15日，当时庄家佳人在桃园也未到。事隔1个月，世界反禁药组织2017年10月3日即公告禁赛，但跆拳道协会直至去年11月底收到通知，才知道庄家佳被禁赛。于国正表示，选手于禁赛期间不能出赛，也不能担任教练、参加教练讲习等，但对于庄家佳担任体育局局长，就不在协会掌控范围。于国正说，原则上我们只能禁止他出赛，但不能控制他的其他行动。不过跆拳道协会理事长吴两平指出，选手都非常守法，只是有时候选手接到世界反禁药组织通知，没办法直接用英文沟通，容易产生误会，因此上任后非常注意这个部分，也会举办讲习提醒选手。